鬼神之德，伊咧讲鬼神之德，鬼神之德其神，鬼神有德嘅，鬼神有德嘅，神就是制造，鬼就是妄想，神就是咧讲德，鬼就是咧讲勇，神就是咧讲良善，鬼就是咧讲温和。神就是咧讲勇德，鬼就是咧讲鲁莽。神就是心意，鬼就是杀意。神就是鬼，是从神爱流露出来；鬼就是棍，从歹爱甲运去。所以在鬼神内底，鬼神内底鬼神内底有伊的德有。鬼神内底。